Hello，珍藏迷、歷史愛好人士，準備好未啊？今次我哋珍稀堂帶你飛返1919年嘅英國，睇一張靚到炸裂嘅白色英鎊。呢張係 PMG 評分65 EPQ 頂級紙質伯明翰版，序號 T3306139，定價只係港幣38,000蚊，人間貴寶，值到爆！想知點解咁珍貴？等我哋同阿華同你慢慢拆解啦。呢張白色英鎊，1919年英國銀行出品伯明翰版，係貨幣史上嘅經典。點解叫白色英鎊？因為佢全白底黑字，滿版水印，設計乾淨又貴氣，型到冇朋友。由18世紀開始，呢款設計用到1957年先退役，係英國紙幣嘅傳奇。真有歷史 feel。話說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啱啱打完，英國經濟亂晒龍。呢張5磅紙幣嗰陣時係大額貨幣。阿華，你話5磅嗰陣買到啲咩啊？哈哈，5磅喺1919年夠買100磅牛肉或者一堆麵包、奶、蛋，夠一家人用幾個月。換到而家，購買力大概係幾萬港紙。所以呢張唔單止係錢，仲係一個時代嘅縮影。超有故事性。講到故事，呢張白色英鎊真有段傳奇。1919年，英國為穩定戰後經濟，喺伯明翰等地發行呢款紙幣。簽名 Harvey 係當時銀行首席出納，佢嘅簽名等於權威同信任。呢一張紙幣見證過戰後重建、工業復甦，甚至無數家庭嘅人生起跌。哇，阿華，你話呢張紙幣會唔會曾經喺一個倫敦紳士嘅銀包入邊買過一餐豪華晚餐，定幫一個家庭渡過難關啊？真係有可能啊！呢張紙幣就好似一個時空旅客，帶住1919年嘅故事走到我哋手上。佢唔單止係收藏品，仲係歷史嘅見證。最正嘅係呢張白色英鎊由 PMG 評為65 EPQ， 紙質完美無瑕，保存得靚到不得了。伯明翰版喺全球市場超罕有，港幣38,000蚊買到一張過百年歷史嘅真品，收藏家見到都心動。珍稀堂專揾頂級錢幣，呢張絕對係你收藏清單嘅必備。珍稀堂搜羅全球珍稀錢幣，呢張白色英鎊係你擁有歷史嘅入場券。想親手感受呢段故事，即刻聯繫珍稀堂 WhatsApp 84036548查詢，只有一張，唔好等啊！呢張1919年白色英鎊唔單止係紙幣，仲係一個時代嘅記憶。港幣38,000蚊買到嘅係歷史，係故事，係獨一無二嘅珍藏。珍稀堂同你一齊收藏過去，擁抱未來，快啲行動啦！呢張貴寶可能下一秒就屬於你。再見。